地上，青山忠骨，热血铸造。眼前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革命先烈赤诚与坚守，铸刻着一段古老红色记忆。或许年少的我们无法经历战火纷飞的岁月。呢個全部都炮彈孔。呢可以望到一潭江。是抗戰記，彈盡糧絕，以身殉國。南流7烈士憑留抗日嘅愛國精神，將永遠激勵着後人。1945年嘅7月21日，南流追擊戰，呢個係炮彈孔，炮火洗禮，英勇就義。另一個炮彈孔，烈士遺書嘅筆跡。7月17日夜戰，擊退日寇，憑留殺敵，炮火洗禮，英勇抗敵。七壯士抱着視死如歸決心，誓與敵人抗戰到底。7月17日夜戰，阻止日軍嘅侵略，死守。1945年7月1日，赤坎失守，四處淪陷，敵人攔截我方援軍，以致騰交孤守，日寇重重包圍南流。七壯士憑留死守，積極與敵抵抗，英勇射殺日寇無數。呢個係瞭望口。我哋入呢個赤坎南流，南流嘅地理位置嘅優勢。